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heryl。咁今次咧，我想喺度帶領大家做一個大概10分鐘到嘅瑜伽練習。咁今次嘅瑜伽練習咧，同平時一般嘅瑜伽咧係有少少唔一樣嘅。咁今次咧係參考咗 Trauma Centered Trauma Sensitive Yoga 創傷中心創傷知情瑜伽嘅一啲原則去帶領一個練習嘅。有時咧，我哋喺生活裏邊經歷過一啲壓力啦，或者比較困難嘅經驗啦，或者甚至係一啲創傷事件咁樣等等咧。身體咧可能會記住咗某一啲嘅感覺嘅，亦都可能咧發展咗一啲自然嘅反射性嘅反應，作為一種咧保護自己嘅機制嚟嘅。咁所以咧喺呢度咧，我哋唔需要去分析，亦都唔需要咧去回顧啲以前發生過嘅事，而係我哋想係透過對身體感覺嘅一啲留意啦，同埋作出選擇咧，慢慢咧去支持返我哋身體或者我哋嘅神經系統啦，重新去建立一種嚟自自身嘅安全感。咁就好似咧，我哋同自己身體講返，我而家一刻咧係安全嘅，我喺呢一刻咧可以嘗試去感受一下我而家嘅感覺嘅，我係可以咧為自己去作出選擇嘅，等等。咁呢度咧係冇話啱同錯嘅選擇，亦都咧唔需要去做到任何一啲特定嘅姿勢。只要咧你有嘗試去將你嘅專注力咧去擺翻喺自己身上邊咧，又或者咧你有留意當刻你自己嘅狀態係點樣啦，呢啲咧已經係參與緊喺呢個練習裏邊嘅。咁你一陣間咧可以跟住一齊去喐啦，做一啲動作啦，又或者咧隨時可以停落嚟休息，又或者咧隨時可以做你其他你想做嘅姿勢都冇問題嘅。咁整個過程咧，全程咧都係由你去作出主導嘅。咁如果咧你預備好嘅話咧，如果你想，可能咧可以加一啲細微嘅喐動喺你嘅上半身，可能係將你嘅重量咧由一邊 shift 到另外一邊，或者咧係向前向後又得，一啲微微嘅擺動。你喺度咧唔需要一定係翹住腳啦，亦都唔需要咧一定係坐喺地下。你可以咧喺張床上邊又得，喺張凳上邊又得，企喺度都係可以嘅。你可以繼續來回咁樣擺動啦，又或者如果你想咧，可能喐下你嘅頭，可能你係打圈，可能係合埋雙眼或者擘大眼嘅，可以隨時咧轉方向，又或者咧停喺某一個地方，你係想停留耐一啲，加深嗰個伸展嘅感覺都可以嘅。可能係左右兩邊有啲伸展。如果你想咧，都可以可能慢慢咧，我哋轉去左右兩邊嘅一啲身體腰邊腰間嘅伸展，例如係輪流兩隻手舉起，然之後咧挨去左右兩邊。可能咧，如果你覺得自然嘅，可以加埋你嘅呼吸一齊去用。例如可能係吸氣啦，我哋上返嚟中間；呼氣嘅時候啦，我哋停喺側邊多少少。又或者咧，停喺你嘅左右兩邊，是但一邊有幾個嘅呼吸。
就要嘗試鼻吸鼻呼啦。如果你覺得自然嘅話，或者咧鼻吸口呼，係隨你嘅。如果你想轉去下一個動作咧，歡迎可能係向前向後咁樣拗腰拱背。可能咧隨住你喐你嘅上半身，你會將你嘅視線咧帶到去你嘅天花板或者地下腳嘅方向。可能你可以來來回回，又或者咧喺某一個地方停耐少少都可以。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咧，可以加埋你嘅呼吸一齊去喐。可能吸氣係向天，呼氣咧係向地，又或者調翻轉。慢慢咧，我哋翻嚟中間。可能我哋可以打圈。如果你想跟住一齊打圈咧，隨時可以打圈。然後咧，我哋畫大圓圈，幾大幾細咧都係任你嘅，隨時咧可以改變個圓圈嘅大細嘅快慢，隨時可以轉方向。隨時咧可以停落嚟，暫停或者休息。如果你想咧，可以停喺某一邊。可能細微嘅動作，例如喐下你嘅頭。如果你想咧，就可能加埋你雙臂嘅喐動，可能向天花板拗腰，呼氣咧，我哋向前，可能吸氣向天，呼氣向落。如果你想咧，可以加啲扭轉嘅，可能咧我哋拎起雙手吸氣，呼氣嘅手啦，就轉去一邊。歡迎你停喺度，可能有2個深呼吸，又或者咧耐啲都冇所謂嘅。可能翻返嚟中間，然之後呼氣嘅時候咧，又轉去另外一邊。當你轉住去另外一邊嘅時候咧，可能你會留意到你嘅呼吸有少少唔一樣嘅感覺嘅，可能好似有少少阻力咁樣。當你吸氣，我平時咧咁輕易嘅，我哋咧可以可能嚟多一次，又或者咧，如果你覺得係想做多幾次嘅話咧，隨時歡迎咧做多幾次，左右兩邊。預備好咧，可以翻返嚟中間。歡迎咧你去跟我一齊咧去一個桌面式咁樣嘅，一個 table top。手咧喺膊頭下邊，膝頭咧喺 hip 嘅下邊，差唔多就可以噶啦。可能又係啦，係有少少喐下我哋嘅脊椎，拗腰拱背。可能吸氣咧係拗腰，
背，又或者調翻轉。係咪？講開背脊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背脊有少少打開緊嘅感覺，係咪？咬腰嘅時候咧，感覺到條頸咧伸到好長好長嘅。歡迎你咧隨時停落嚟 Child's Pose 嬰孩式嘅，可能咧手咧係向前行遠一啲，感覺到呢腰間一直去到手指尖，可能你都有啲伸展感覺。可能有幾個深呼吸喺中間，又或者如果你想加一啲喐動嘅話咧，歡迎你將兩邊咁樣去行多少少，可能去到角落。可能咧，你行去角落嘅時候，你係感覺到咧腰間咧有一邊係伸展得多啲嘅。歡迎你咧來回將兩邊做幾次。預備好咧，你都可以慢慢返嚟中間。可能咧會想伸直雙腳啦喺前邊，咁樣向前可能接落去，可能會感覺到大腿後邊有啲伸展嘅感覺。咁啊，輕微嘅喐動，左右兩邊，我哋將我哋嘅重量 shift 去左邊、右邊，又或者靜止停落。冇話邊一個選擇係好過邊一個選擇嘅，可能喺度有幾個深呼吸。如果你想嘅話咧，慢慢停落嚟，喺我哋結束之前咧，可能可以瞓喺個地上邊。感受一下咧，我哋身體掂到地板嘅一啲部位，可能由我哋嘅腳踭開始，留意到啲咩地方係掂到個地嘅。又或者，如果你想完全咁樣唔諗、唔留意咁多嘢嘅話咧，可以純粹瞓喺度。